熱烈嘅掌聲同歡呼聲歡迎 Stanley、姜濤、Eden、哇，勁啊！歡迎晒幾位。今次咧，我哋見面祭嘅主題啊，係招福貓喎。咁除咗見到大家嘅真身之外咧，喺舞台嗰度，如果眼利嘅朋友咧，已經見到係高舉右手嘅唔同嘅招福貓。麻煩咧幾位咧都可以介紹一下你屬於你哋嘅化身招福貓啊。不如 Stanley 你講下先啦。我就係化身呢個多運動嘅招福貓。係，咁就即係寓意就係大家多啲做運動，咁就越嚟越健康啦。可唔可以做到一齊做運動 ？OK。誒，阿姜你嗰個都好似好勁喎，好開心喎呢個寓意。係啊希望在場嘅每一位全家都可以好幸福。咁似嗰啲詐騙嗰啲嘅。OK， 全家都好幸福嘅喎。OK， 冇問題。誒，跟住咧係。好 easy， 好 easy 啊，係啊，希望大家做所有嘢都好 easy， 順順利利，全部 easy， 遇到所有嘢都係冇難關嘅 easy。好，跟住咧，阿 Jo 呢一個係咩嘅招福貓？閃靈靈閃靈靈啊，係啊，閃靈靈，即係每日都好一起身就見到自己，哦望一望嘅，哇好閃，就衰到好殘眼啊，即係好油，好油，唔係好油，好靚，係好靚親。OK， 咁就全部都係容光煥發咁樣，有個 shiny day 啦。啊 ，OK， 好啦，咁咧今次喺見面祭